各位乡亲高早，欢迎收看今仔日6月7日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丹妮。咱先来关心上新的消息。在新北市邦桥幼儿园那像是家囡仔饲药的这个案件，检方昨昏搁再约谈3个教保人员，先后分别是以2万交保甲请回。根据了解，园长甲几个教保人员拢讲，家长有同意因用感冒药水互囡仔食，不过囡仔抽血却是验出一种药啊，叫做巴比妥。这个药啊是为倒位来的，也来调查。伫接受新闻了后，幼稚园4片的园长等人分别以2万到5万交保，检方展开第2波的搜查，催告刚才约谈3位交保员到案说明，先后2个人2万交保，1个人请回。新北市邦桥某一间幼儿园老师敢若饲囡仔安眠药的案件，根据了解，园长甲几位教保员拢讲是家长同意饲囡仔感冒药水。因若检警依照查到的监视录影带影像，比对发现被饲药的囡仔，家长拢有写饲药的单，也毋过有一寡监视画面无去，意外爱调查。即马这间幼儿园12就要被废止职业许可，这42位学生要安怎安排也是问题。我们也是家长都是突然被通知的，收到简讯吗？是才来说协助转校。我反问一下各位有小孩子的，剩2个月的时间，小孩子要转去哪？虽然教育局协助囡仔到同一间连锁幼儿园的其他分校就读，也毋过家长袂放心，只敢若12个人同意。除了临时转学的问题以外，家长也不满教育部反应上慢。刘美芳议员4月就已经接到陈情，而且他是公开场合来表达对这件事情的关心。有议员伫咧4月就接到家长陈情，也毋过教育局伫咧5月中才启动重大儿童虐待案件相关机制，到幼儿园稽查，1礼拜了后才提供便参考的免费检测。6月初5协调到园内收费检测，互人质疑拖伤久。4月份完全没有本案相关的陈情，所以我这边要特别澄清的澄清，正式的就是5月15号。案件愈闹愈大，至少有8位学生的体内被验出药啊巴比妥，或真侪家长担心。卫福部伫咧初步成立资讯专线了，已经接到超过59通来自新北市家长的询问，要6个学生来看诊检验，希望做无法的检验。最主要是担心说，假设有服用过，那后续会不会有长期的影响？还有就是检验，如果想要再检验，那怎么帮他们忙？巴比妥是3级的管制药品，也是法务部归类成这3级毒品的成分，到底是对倒来？是啥人造成囡仔去接触到巴比妥？相关单位深受延前通报，涉及行政疏失，相关疑点甲问题也搁等待调查。记者综合报道。有关邦桥幼儿园这个案件，即马风波是愈来愈大。新北市长侯友宜昨昏暗时甲家长见面，说明案情的进度甲后续处理的方式。拢总有40多个家长来参加。这个会议是进行2点钟左右，不过敢若限制监护人会当入场。因那市长嘛要求教育局这个代志都要好好处理。新北市长侯友宜甲幼儿园饲药案件的家长见面，座谈会进行2点钟，40多位家长参加。会后教育局表示，侯友宜伫咧会场向家长行礼会室内，拖车边的院长也有参加，并且决定要建立一个资讯窗口，互家长会当随时过去进行相关的健康资讯，也会针对个别家庭提供囡仔安置协助。我想，这方面教育局责无旁贷，一定会1对1的窗口。针对每一个家庭相关的需求给予一个最大的协助甚至应该要主动的协调。对于外坛讲有家长被下放口令，教育局是强调尊重每一个家长拢会当自由对外发言。这场闭门会议自暗时6点多开始进行2点钟，限定监护人才能入去。民进党新北市议员质疑为什么不当公开？居然在这个综合大楼铁门深锁，那只留一个小门，并且派了3个人在门口守卫。如果说这个会议可以公开透明的让社会大众知道，那侯友宜市长为什么不能够开诚布公，让社会大众了解？要这样躲躲藏藏、起人疑窦呢？侯友宜伫咧说明会内面讲，市府做了无够好，这么上重要的就是赶紧解决大家的问题。伊知影有真侪代志爱做，请教育部爱全力去做，满足每一位家长的需求。记者综合报道。同款是甲囡仔有关系的消息，
伫个路口有一间顾婴仔中心，传出苦毒婴仔的情形，可能是因为这个囡仔无要配合换尿珠啊，执行长就甲囡仔 QQ 勒，甚至是甲扇大腿。家长知影了后，就向社会局申请，即马嘛甲这个主管罚15万，托婴中心罚18万。新北市幼托状况真侪，南口一间托婴中心，互家长控诉今年4月发生虐待囡仔的状况。是说他在学校的部分的话，有被执行长凶，然后有被执行长用裤子丢。家长到托婴中心调监视器画面，清楚翕到执行长替2回后生伫涂骹换尿珠的时阵，过程真粗鲁，甚至因为囡仔得令出手扇囡仔大腿4下，互家长袂当接受。我觉得你有你的情绪，你当下你有你的方式可以去做调节，而不是直接这样子把你的情绪发泄在小孩子的身上。而且小孩子才2岁，我不确定是不是有其他的小孩子也是这个样子，然后家长他们不想要曝光，然后就这样子被掩盖过去了。新北市社会局接到家长通报，5月派员到托婴中心客载时阵，负责人表示监视器故障无法度提供记录，社会局要求限期改善，园方嘛超期无提供，所以罚12万，也对这个执行长重罚。依据《儿少基本法》第97条，予以裁处15万元之罚锾，并公告姓名，且该人员3年不得至托婴中心任职。我们在午休时间。喂。托婴中心虽然持续营运，不过记者上门采访，甲铁门诱来，无愿意受访。社会局是讲，就监督管理不周的部分，原来裁处记过6万块，佮加提出准公托的资格。记者综合报道。各位乡亲，咱做伙来关心今仔日早报的重点。咱先来看《中国时报》，正大性骚扰的风波，即马炭烧去到外交部。咱国驻菲律宾前代表齐培勇，防指控甲当地女性性骚扰。外交部昨天证实，4月份有接到通知，疑似是有性骚扰的代志，已经甲伊改职调单位，而且当地进行调查。咱来看《自由时报》，民进党前女前党工指控合作的厂商甲伊性骚扰，性平调查小组昨天公布调查的结果，伫当中的妇女部主任柯家田无按规定启动必要的程序，确实有疏失。然后，迄当阵负责督导的前副秘书长林辉环，相关的处置并无违背中央党部的规定。再来，咱来看《联合报》，新港金矿昨天召开股东会，完成董事会全面的改选，甲佮派一个手就摕到2/3的席次，而且直接召开董事会，选出新的董事长。其中，中华银行前董事长陈怀洲以自然人的身份做董事长，然后前董事长吴东进洪选做是名誉董事长。调查官于正宏提刑事自诉，要告前新竹市长林志坚涉嫌侵害著作权的这个案件。双方昨天是伫咧台北地方法院和解，于正宏提告，也拿林志坚会以于正宏的指定捐30万予公益团体。志坚先生同意依照于正宏先生的指定捐款30万元给公益团体。好，然后第3点是，于正宏先生会撤回本件侵害著作权的自诉案件，以及在台北地检署所提出来妨碍名誉的告诉案件。双方伫咧6月初9下晡做调解，经过3点多钟达成和解。于正宏决定要提告，然后双方的律师发表共同声明指出，经过当面充分的沟通、化解无共意见了后，林志坚对台大论文的这个案件造成社会纷扰是感觉真实的。而且对于正宏甲因厝内人造成的困扰，会是的。宪法的诽谤罪敢有违背宪法的？宪法法庭昨天搁再宣判有符合宪法，认定诽谤罪有符合比例原则，无违背言论自由。不过嘛补充讲，诽谤的事件若是牵涉公共利益，经过查证只要有合理的事实，就袂予处分。诽谤罪处罚规定，整体而言，与宪法第11条保障言论自由之意志，尚属无违。宪法诽谤罪是毋是有侵害言论自由，是毋是无算罪的？经过大法官审理了后，宪法法庭初9宣判符合宪法，认定诽谤罪符合比例原则，甲言论自由无违背。当代民主社会的事实性资讯提供者，无论是媒体或一般人，均应负有一定程度的真实查证义务。
不得恣意散播不实或真假难辨之资讯于众。虽然判决无违宪，不过宪法法庭嘛确立真实抗辩条款，诽谤罪牵涉到公共利益，只要有合理查证，会当相信真实，准讲资料来源有错误，伫无重大露出恶意的情况下，都未处罚。水方说不应该除罪化的一个理由，是因为这样会让有钱人他可以变得到时候只要赔钱就好的这种心态，所以我不认为这是一个比较合理的一个说法。在进前的言辞辩论庭当中，法务部主张列做诽谤罪违宪，敢若用民法来请求赔偿，恐惊变作有钱人条款。不过，申请人律师认为，即马实务上牵涉到诽谤罪，大部分判刑了后，拢会当换用罚金的。两方极力攻防，即届游学者罗应杰等8人，搁再认定诽谤罪有违反宪法的顾虑，声称释宪，嘛互诽谤罪是毋是违宪？20多年来，搁再互人挑战，不过到尾也是符合宪法。记者综合报道。全国卫红今咱做伙来看国际消息。美国将总统 Trump 因为落任了后，伊甲真侪白宫的机密文件摕走，藏伫因兜，即马去互联邦法院起诉7项罪名。这是美国头一个去互联邦法院告的前总统。Trump 讲，这又阁是为着要阻挡伊选举设计的骗局。美国前总统川普搁再互人起诉，伊切白伫家己创造的社群平台连续写文章，表示收到起诉的通知，13下晡3点要伫迈阿密联邦法院出庭，指控这是政治力为了阻挡伊搁选2024的总统大选攻击。And they go after him on a boxes hoax, just like the Russia hoax and all of the others. This has been going on for 7 years. They can't stop. Because it's election interference at the highest level. 川普任期结束离开白宫的时阵，早走真侪文件，藏伫佛州海鸥庄园的住所。虽然伊一直阻挡，联邦调查局也是伫去年8月提搜查令，用纸箱啊查走差不多11000份文件，发现其中包括几多百份机密甲极机密的文件。另外，可能还有部分机密也未行。联邦大陪审团切白依照7项联邦刑事罪名甲伊起诉，包括故意持有各项机密、触犯间谍罪，也甲无实在套口经等。妨害司法公正等等。So the mishandling or what we call the willful retention of national defense information and obstruction are felonies that carry years in prison. 川普是美国历史上头一个互联邦起诉的卸任总统。今年4月，纽约地方检察官阁因为伊付予名称丹尼尔斯真侪封口费，指控伊假造商业记录34项罪名。伊定每年3月初选季出庭受审。机密文件案的调查是司法部长杰兰德任命特别检察官史密斯进行的。拜登总统讲，家己毋捌对司法部落指导棋，不过共和党这边拢写文章支持川普。众议院议长麦卡锡是讲，总统起诉挑战家己的候选人是美国黑暗的一天。佛州州长迪桑提斯谴责联邦执法煞变作武器，威胁自由社会。国际新闻是会长编译。继续来关心非洲国家乌干达，第一日通过可能是历史上上界严格反同性恋的法案。若是去互认定是严重行为，相当会互判死刑。结果，这煞是致死真侪艾滋的患者唔敢去互医生看，未来恐惊会引起新的一波艾滋的感染。乌干达顶个月底通过反同性恋刑法，相当会当判处死刑，会当讲历史上上严厉的反同法案。刑法颁布了后，已经影响 LGBTQ 性少数族群的医疗资源。那相关组织的资源变少，并且嘛因为行起 LGBTQ 优先诊所会互人注意，求医的人数大降低，互较早对抗艾滋病的成果可能会拢乌有去。You know, this clinic is an LGBT clinic. You can come, express yourself to the doctor as you feel like. You can say anything to the doctor. But going to Alive, it's not an LGBT clinic. It is mixed, straight people and gay population. So talking, and you can find there a friendly doctor knows you. 乌干达境内有钱 LGBTQ 的诊所本来就无偌济，即马大家拢伫注意，未来是毋是会当营运也毋知。连过去长期支持这诊所的赞助者，也因为惊互人列做支持同性恋的强权，毋敢搁关送。In terms of support from donors and allies, some allies have pulled away. We have donors who are nervous about
continuing to give their support because they've been also listed out somewhere as supporters of recruitment of young people into homosexuality. 虽然生活甲有小可调整，单纯承认家己是同性恋未妨定罪，毋过有部分保守民众甲执法的部门开始用新法案来做骚扰 LGBTQ 人士的借口，互一寡性少数族群毋敢伫厝放一寡卫生必需品，也是寻求医疗资源。以前就有研究讲，甲同性性行为列做犯罪，国家同治感染艾滋病毒的可能性，颠倒比一般的国家悬真济。虽上因为过去20年的国际协作，乌干达妈妈为了红婴的艾滋传播已经减少将近10倍 ，HIV 感染案例嘛大大降低。毋过新法案上路，有可能互这个成果拢了去，也互相关族群拢真紧张。公司新闻张如平编译。镜头转来咱国内，伫台北有一间牛肉面的店头，进前标出倒爆的水直接进落煮面店内底。台北市卫生局去稽查，发现分店无投保产品责任险。也若总店无标示牛肉、甲猪肉原料的产地，佮有使用基因改造的食品，这拢总是违反食安法。这两间店分别罚款3万块。另外有网红创立的品牌韩国金针菇，这个产品内底验出有掺违规的物件。卫生局即嘛要做调查，若是有违法超过这个标准，相当会罚300万。台北市卫生局初9公布调查结果，发现讲分店是无投保产品的责任险，总店是互查出讲无标牛肉、猪肉原料的原产地，含使用基因改造食品所无标示。两间店拢因为违反食安法，一间拢罚款3万。另外，总店的现场佫有一寡卫生的问题，无去update食品业者登录资讯等等，已经开限期改正单，但倒爆水煮面无包括在内。请这个分店它要立即改善。那因为它是这个暂停营业的状况，那我们会视它那个恢复营业的时候，我们会再前往去稽查。金家的品牌最大的目标是想要还原餐厅现煮。伫镜头头前介绍因的韩国料理 ，YouTuber 韩国的金针菇创立品牌，做标出 Kimchi 和长鸭 Kimchi 两款产品拢有违规的添加剂。因随发声明回实咧，除了甲产品落价，而且开放退钱。因讲制造商无甲讲，就家己加有糖精钠盐成分的糖粉。卫生局随过去稽查。糖基钠盐它本身就有添加的一个适用范围。那目前只知道业者口中讲的是糖粉，那糖粉到底是不是镁粉，好，或者是代糖粉末，不确定。好，所以这个部分要再去厘清。如果说一天只是吃个1次，甚至是每天吃的话，那是不是都会造成这样的毒性呢？其实基本上它的量其实对于人来说耐受性非常的高，所以基本上是不会对我们身体造成任何的负担，也不会有任何的累积。或者讲糖精钠盐对人体的影响无介大，卫生局讲检验上紧10天就有结果，若确定有假，就是违反食安法，相当会当罚300万。记者综合报道。这两天台湾部分地区雨势落甲，日月潭的水位嘛涨起来，即马欠水率已经超过97%。来遮行台民众，说是有一寡人无伫咧看告示，竟然伫咧脚踏车的车道咧钓鱼啊！日月潭风景管理处讲，可能若是讲袂听，相当会罚100万。水若是湖面配上那天甲白云，景色真水，予游客是一直翕相。黄酸雨带来雨量，予日月潭的水位渐渐回升到高点，跳水率已经超过97%。潭区的月月湾水位也回升了。景色啊，会比较填满整个湖面，那整个水的一个样式也比较漂亮，尤其是出太阳的时候。游客讲，水少的时阵，天色目屎变做天空之镜。毕竟也有真侪游客转来到日月潭，也吸引袂少钓鱼的人来到潭区钓鱼。不过游客讲，袂少钓客拢伫潭边，甚至是脚踏车道来钓鱼，甚至也有人捡起钓啊，可能影响游客安全。不是要让人家钓鱼的地方，而这是让人家欣赏美丽的山光。这辐射的，那咱无甩竿吼，都袂去甲人去交地话声。实际上到潭边看卖，袂少地区拢有设置警示牌，也明确讲袂使钓鱼。日月潭管理处讲已经经由公告，明确通知潭区袂用钓鱼的范围。劝导不听啊，日月潭管理处将会给予依据《发展观光条例》第64条，给予5000块以上100万以下的一个罚款。
立月潭管理处讲，立月潭包含脚踏车道甲码头，拢是袂用的钓鱼的。除了加强巡查，若是口腔不爱听，就依照规定来开发。记者综合报道。继续咱来关心中华乡土作家洪胜富，伊是已经过往40年，不过伊的文学作品是充满农业关怀，也佫有工商转型的社会现象。今嘛有文化工作室募款拍片，改编洪胜富的文学作品，甲翕做实体片。伫校园内底巡回放送，希望透过这影片，互少年辈用无同款的方式来认捌本土的文学甲这块土地。学生认真专注看影片，田庄人、甘蔗园拢是因生活中的日常。这青文化工作室2020开始推动洪胜富文学定金计划，将中华乡土作家洪胜富的作品改编翕影片。伫全国校园巡回播送。即马咱囡仔咧看文学作品的时阵，其实看文字会较困难啊，所以迄阵阮当初是想讲，即马是影像的时代啦，所以咱甲文学作品改编做影像，阮希望讲安尼囡仔会当用另外一个角度去熟悉这个文学作品讲的，这其实拢甲咱的生活是有关系。洪胜富是中华历林人，伊写作的年代正是台湾战后本土文学刚发展的时。因为出世伫早产人家，写作的主题大部分描写着农村生活艰难。我感觉洪胜富是一个真拍拼的人。伊读册的时阵，毋但要照顾小弟小妹，还佫帮阿爸阿母斗种田。我嘛希望讲，这影片吼是一个开始，互囡仔对这个乡土文学呢有兴趣，啊，连讲若有这个机缘，也是大汉有这兴趣的时阵，伊就家己去找册来看。洪胜富文学定金计划计共有3出，头2出有想要去莅临甲父亲大人，已经巡回校园80多场。第3出五土预计伫8月份开始播送，主办单位欢迎学校来直接，互少年辈透过影片，用无同款的方式认捌文学甲土地。记者杨淑静综合报道。文化大学的一个毕业生小倩，又组一个乐团。而且伊的毕业作品就是创作一张台语专辑。这张专辑内底应用台语唱出政治、历史，也有个人甲社会关系。伊讲伊会用台语来创作，是希望母语会当继续活落去。这条歌合作来来去去，是咧讲2019香港反送中的运动。因的毕业作品就是出一张台语的专辑，内容包括政治、历史，佮有个人和社会关系。就是希望讲透过用台语来创作这个过程当中，会当一边学呐，啊一边讲，就是这个语言有开始有人使用，伊开始活的。甘露水这条嘛是小倩的创作，唱出艺术家黄土水的甘露水搁水一摆，也讲到过去甘露水是秘密，加在天光，即阵咱才会当看到。乐团内底毋是每一个人对台语拢真熟手，毋过爱做专辑就爱做甲上好。团有人伫过程当中学到新的台语词，有人伫唱歌进前会特别问主唱，安尼笑敢对？学到一些新的词，是我以前没有听过的。巴给这个词有2个意思，我到是最近才知道的。在唱之前，我就先问我们主唱吉他手小倩，说我这样唱对不对啊？然后说有没有哪一些发音咬字需要改的。母语的创作是愈来愈实行，毋但主流音乐界，连即卖学生的毕业作品，拢有伊的形影。毕业作品虽讲是大学时期的结束，毋过因母语创作的路拄开始。记者柯家轩、谢桂林台北采访报道。第二波你知，咱做伙来看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地区上低25度，上悬31度；东部地区上低26度，上悬32度；南部地区上低25度，上悬33度；东部地区上低25度，上悬31度。咱来看大岛地区，24度至31度。
一个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乡亲收看今日的早起新闻，明仔载咱再会。